好痕啊！點解一到潮濕季節就周身痕㗎？濕氣重唔係淨係影響腸道健康嘅啫咩？即係就會好痕咯，想拗佢咯，心情會比較煩躁咯。如果有一啲益生菌，可能食咗可能會幫助排咗一啲唔好嘅細菌。又要拍劇，仲兼任埋藝術老師嘅李子晴，近排忙到踢晒腳，壓力大到全身都唔聽話。平時呢啲工作排得好密啦，休息得唔夠，啲毒素咧就會積聚晒喺身體入邊啦，連啲免疫力都差埋啊！嗰排真係好容易病咯，同埋呢啲皮膚越嚟越差，醫生話我係濕敏啊！嗰排啲皮膚咧又紅又痕，咁我就拗佢啦，搞到一笪笪，塊面啊仲生咗好多暗瘡同粒粒，完全唔想見人。我有試過用類固醇藥膏啦，但係咧停用咗又即刻會翻發喎，所以最後我都冇再用啦。咁皮膚出現敏感啦，係因為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失去平衡所引致嘅。咁腸道其實係我哋人體最大嘅免疫器官啦。咁當腸道嘅好菌同壞菌唔平衡嘅時候，咁就好容易有過敏嘅情況出現啦。咁我哋藥劑師會建議大家補充益生菌去改善一啲過敏嘅問題，因為益生菌可以平衡到身體 T 細胞嘅傾向啦，可以改善到腸道嘅好菌同壞菌嘅平衡，提升到我哋嘅免疫力，亦都適合有腸胃敏感啊或者偶發性便秘嘅人士去服用嘅。咁不過揀選益生菌嘅時候啦，記得揀有抗胃酸技術嘅益生菌，因為可以確保啲益生菌咧可以直達我哋嘅腸道。另外最好配合埋乳鐵蛋白呢個成分，因為乳鐵蛋白係醫學界已經被譽為免疫嘅第一道防線啦，佢係極之珍貴嘅核心免疫蛋白，佢能夠中和啦同埋殺滅病毒嘅。咁益生菌啦配合埋乳鐵蛋白，佢哋可以進一步提升我哋嘅免疫力，咁就可以減低有過敏嘅情況。同行嘅朋友咧介紹咗我食一款含有乳鐵蛋白嘅益生菌啦，食咗1個星期之後咧，啲皮膚冇咁痕同埋紅啦，濕敏嘅情況改善咗好多，而且冇咗一笪笪啦，連粒粒都少咗啊！之後 keep 住每日食1包，濕敏冇再翻發，最開心咧係連免疫力都提升埋，個人冇咁易病啦，而且依家腸胃好咗，日日都有得去廁所，肚腩細咗，上鏡都靚啲啦。我哋呢行壓力真係好大㗎，休息唔夠，免疫力一低咧，濕敏就好容易翻發，尤其是係轉天氣嗰陣啊，塊面又紅又痕啦，仲會生粒粒啦，一笪笪咁樣。仲有啊，一忙起上嚟咧，食無定時，成日食外賣，搞到咧幾日先去到一次廁所，仲要好似去得唔乾淨咁樣，個肚谷住，成個人都好唔舒服啊！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我試過戒牛、戒海鮮，用毛巾凍敷、搽 lotion， 咩方法都試過，但係全部咧效果都好短暫，冇幾耐就翻發。上網睇先知啊，原來咧皮膚敏感同腸道健康有好大嘅關係，要食益生菌補充好菌。喺同行嘅朋友介紹下，食咗呢一隻紅色盒嘅深夏人丹 Bifina SI 益生菌，佢係檸檬味，好易入口㗎。食咗1個星期之後咧，皮膚狀態明顯好咗，少咗紅同埋痕。繼續食咗1個月之後，啲粒粒清晒，連啲紅印都淡到睇唔到啊！就算最近轉天氣，濕敏嘅情況都冇再翻發。依家日日都有得去廁所，清走宿便，個肚仔平晒，真係舒服好多啊！呢隻產品100%由日本製造，仲係日本連續28年銷售No.1嘅益生菌品牌，對我嚟講係信心嘅保證。大家見到子晴食完效果咁好，係因為入面加咗冇初乳先有嘅乳鐵蛋白，可以舒緩敏感、調理過敏體質，同時可以抗菌、抗病毒、增強免疫力。另外有25億比菲德氏菌，可以維持腸道健康，排便更加暢順。Bifina SI 益生菌有專利3層內酸性蒸球技術，確保90% 益生菌通過胃酸直達腸道。如果你都有皮膚濕敏問題，又成日去唔到廁所嘅話，就可以試試呢款日本銷售No.1嘅 Bifina SI 益生菌，冇藥性、冇副作用，大人細路都啱食。由7月3號到7月16號，深夏人丹 Bifina SI 益生菌喺萬寧有買4送1優惠，折後224蚊一盒，記得快啲入手啦！